好来，继续来看蔡总统早起到苗栗东路参加到电子厂的动土典礼。也毋过，这个电子厂起新厂就拄到苗栗要来限制送水。蔡总统是信心来话话，讲保证政府会积极调度用水。啊，立委陈超明是真不满哦，伊讲苗栗县有5座的水库，逐工供应着外县市超过70万吨的水，但是竟然是全国头一个限水的县市。这个立委来呛讲，政府分配这个水资源实在真无公平。电子大厂伫苗栗东路设厂举办动土典礼，总统蔡英文经济部长王美花专工参加。本土厂商的加码投资，都是展现大家对台湾经济的信心。工厂准备要起啊，却拄着水库无水，蔡英文嘛伫台顶呼吁投资厂商要有信心。现在的风真的很大，这个软台已经被吹得已经移动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台湾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，有时候风大，有时候雨大，有时候有风，有时候没有水，但是我们都会一起来克服我们的困境跟困难。动土典礼嘛，邀请苗栗立委陈超明真不满讲，苗栗县内有5座水库，分别是李溪潭水库、永和山水库、明德水库、大埔水库啊、剑潭水库，因果是水库县，逐工提供外县市超过70万吨的水，结果却是全国头一个送水5天停2天的县市。对苗栗县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，这也表示啊，水资源的分配是不公平的。苗栗大部分其实是用减工不停工的方式，那它就是因为它有独立的这样的管线，所以确实都可以达到。王美花讲，台中限水是因为供给甲需求比别的县市较少，所以讲送5天水停2天。啊，那苗栗目前敢若德南、头份甲后龙有限水，并不是全县拢限水。政府会积极分配水源，面临56年来上较严重的可汗，大家会做伙省水，强度难关。